準備，一起步嘅時候最快就係內檔嘅飛機師同埋黃金勝利搶咗出嚟啊！第三位外檔慢慢吸埋嚟嘅就係啲大股東，第四位就係達志，跟住內檔試翻出嚟就是我啊！跟住就係尾三四位就係二叔之榮啊，同埋釣魚暫時嗰啲咁嘅皇家哥薩唔係好夠快，同埋成功人家走6、7碟就包尾咁樣㗎，但係頭面話佢哋啲方頭都係嗰隻7、8個米度嘅啫。好啦，跑咗300米路程到前面方頭就係飛機師跑咗上嚟，第二位嘅就係黃金勝利，第三位好有力嘅位置就係大股東，第四位就接住內檔嘅就是我，跟住中間嘅達志同埋呢啲咁嘅二叔之榮，跟住最後邊嘅就係找到前啊皇家哥薩，話唔係好夠快就成功贏家，佢離方頭話成13、14個馬開過啦，好啦，準備轉呢個最後直路，仲有600零米路程啊！前邊一對馬拍住放就黃金勝利同埋飛機師啊，第三位上咗少少就是我，中間就釣魚外檔就呢二叔之榮啊，最後邊馬就係呢隻皇家哥薩上翻嚟少少，最後啲就係達志啊，同埋咁啊找到錢包尾，仲有成功贏家掟出外檔中啊，去到最後呢個300零米路程，前邊飛機師鬥緊呢隻乜找到錢，中間騎緊上嚟釣魚，反而騎啦唔係咁多隻黃金勝利啊、二叔之榮啊，嗰隻咁嘅大股東都麻麻地啫。最後200零米路程啊，前邊佢就找到錢啊，首先越過咗呢隻飛機師啊，上到第二位就係釣魚，第三位咬住隻飛機師，上咗少少就係呢隻大股東嘅啫。最後100零米路程，前邊釣魚騎兩步拍住鬥啦，過終點時候釣魚跑第一、第二名就係好到前，第三名就係飛機師啊。哇，6、5條 Q 有7啊倍。哦，釣魚應該贏馬啦。6 win 就得6倍嘅啫吓。係咯，上場跑得咁差，今場即刻變身。